來看這站為着10萬塊的故事，這是高雄的檢警在桃園機場去查到一件用人體來運送毒品的案件。這是一個法國人，伊用觀光的名義，以一紙台票10萬的計價，對泰國把這毒品要送入台灣。警方甲照電光，在伊的腹肚內底是發現大量的毒品，落尾是互伊食瀉藥，用5天的時間，才總算排出101粒的細盒啊，市價是超過2000萬。桃園國際機場的入境大廳，警方甲移民署警員當日確認這名穿白衫查甫人的身份，甲來台灣的目的。高雄市警方7月初接到線報，講有人用人體藏毒的方式跨國運毒來台灣。在咧橋仔頭地檢署的指揮下，成功在桃園機場查到這個50歲法國籍的查甫人，送去病院照電光，果然看到腸仔內底攏是一粒一粒的毒品。尾手用5天的時間安排去食瀉藥啊，甲排出來，全部攏是一級毒品4盒啊，重量要到1公斤半。市價超過2000萬。該名男子陸續從體內排出以塑膠袋及熱縮膜層層緊密包裹的毒品丸，清點後共排出高達101顆，毛重超過1.4公斤的第一級毒品海洛因。警方表示，這個查甫人甲毒品制作6公分長、2公分寬藥丸啊，吞落去腹肚，用一紙台票10萬的計數，對東南亞替人運過來台灣。雖講包裝添較真濟錢，不過醫生認為實在是無愛命，因為毒品丸若破去，腸仔吸收到毒品有可能會無命，而且做一擺吞100多粒，腸仔嘛有可能記載袂掉。也有可能因為這些阻塞而造成腸胃道的破裂。那當腸胃道破裂的時候，就是一個很嚴重的腹膜炎，而這也是會有生命的危險。警方表示，到6月底為止，今年的詐輸毒品案件已經查到35件，比去年同期增加30件。這回抓到這個法國籍的查甫人，自去年開始已經用觀光的名義線來台灣4、5屆，深受牽涉到不法的行為。現在相關單位嘛，等咧追查。記者柯家族、邱朝陽、高陽昌報道。